这个振兴3倍券，7月初1就台湾开始来注文咯。各县市政府拢咧想尽办法加福利来加码，要来救3倍券的人客。在台湾市吉祥物上赞的座阵，市长郭文天公布第2波好康的消息。一卡一户回馈1000元加码金。想要领红包，高中级的学生只要学籍伫台北市，包括6月份毕业的，提身份证悠悠卡登录振兴券，消费满3000块，中央回馈2000块以外，市府会加码补助500块。若是下载悠悠白学生证开通了后，佫会使加领500块的回馈金。小学生太小了，他要采用电子支付啦，要悠游户，这个大概有困难，所以应该在高中的 level 是最适当推动，不可讳言的，这是推动整个台北市无现金教育的政策。郭文天嘛讲，加码振兴是为了推动台北市转型为智慧城市。头一波加码针对敬老卡、爱心卡，用3000领3000，这嘛是同款的政策理念。各县市嘛咧拼加码，新北市鼓励民众运动。伫运动中心以3倍券消费，满1000块送1000块的抵用券。桃园市200块3倍券会使换400块夜市仔券，500块3倍券会使买2张棒球内野的专票。立法院消费满200块，就会使留50寸的电视，优惠有够济，咱乡亲会使先做好功课，做一个聪明的消费者。